大家好，我今次同大家分享，我喺尖沙咀又揾到另外一間酒樓，佢哋亦都有提供嘅點心價錢係7蚊、8蚊同9蚊。嗰啲點心不限數量，係可以任叫任點。仲有就喺星期六日同埋假期嗰啲價錢都係冇變。同埋呢一間都係一樣，都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嘅海景酒樓。佢哋仲有一樣選擇，如果淨係叫正價點心嘅話，凡係60歲以上嘅長者係免茶錢。呢間係我揾到第3間嘅有7蚊、8蚊、9蚊點心供應嘅酒樓，同埋亦都有一樣喺尖沙咀前面呢座 The One 商場裏邊。我喺舊年嘅25年9月喺呢座商場嘅12樓一間酒樓出咗第一間係提供7蚊、8蚊、9蚊點心飲茶嘅影片。我今次都有睇下佢情況係點樣，係見到全場爆滿，仲有好多人喺門口等位。我喺舊年9月份拍攝嗰陣時，見到佢哋個情況就係咁樣。睇嚟呢間酒樓嘅7蚊、8蚊、9蚊嘅點心做得幾成功。我順便問埋佢哋話一個人嚟飲茶係唔需要搭台。喺今年嘅26年5月，我知道咗呢個商場嘅17樓有第2間酒樓又係推出7蚊點心。當時我係拍咗條影片同大家分享過，我都去睇過，見到全場都係爆滿，亦都有好多人喺度等位飲茶。見到成個飲茶大廳都加咗好多台喺度，連走廊位置都擺滿嗰啲2人台。我喺今年26年5月拍攝嗰陣時，座位好鬆動，環境就係咁樣。睇嚟佢哋推出7蚊、8蚊、9蚊嘅點心係起到作用。我亦都有順便問埋佢哋話而家一個人嚟飲茶一定要搭台。今次呢個商場第3間嘅提供7蚊、8蚊、9蚊點心酒樓係啲親友話俾我知，咁我就嚟試下睇佢哋7蚊點心係點樣。嗰間酒樓就係呢座商場嘅13樓。呢間酒樓係開朝頭早嘅10點半，喺佢哋開始營業嗰陣時已經係屬於午市時段。我嚟到嗰陣時已經係過咗朝頭早嘅11點。我今朝嚟到嗰陣時，見到有個團體包咗前邊 lift 口個半個場嗰度搞活動。睇嚟呢半個場嘅地方都唔係細。跟住行入去裏邊嘅飲茶大廳，睇下揾唔揾到靠住窗口邊嗰啲座位飲茶。入到去嗰陣時已經見到有啲顧客坐咗喺度，靠住玻璃窗嗰啲座位已經滿晒，其他嘅座位就暫時仲未有人坐。咁我就行埋啲客嗰度問下使唔使搭台。我一個人使唔使搭台㗎？梗係要，一個人要搭台啊？係。坐過啲細台咧？遲啲我一個都入唔到嘅，我數都冇。一個人嚟呢間酒樓飲茶係需要搭台。頭先嗰位員工講仲話遲啲仲一個人都入唔到，可能係今日俾一個團體包咗半個場，淨係得翻呢半邊嘅飲茶大廳可以擺到座位。好彩我今朝嚟到又唔太晏，仲可以坐到呢一張細台。一陣間多咗人嚟幫襯嘅話，係有其他顧客坐埋落嚟。我而家坐呢張台嘅位置都唔算差，係啱啱靠住玻璃窗嘅第2排。呢度嘅海景景觀同我對上拍嗰2條影片嘅景觀一樣。呢3間酒樓都係同埋一個方向。呢間酒樓茶錢係每日會係收16蚊。正價點心價錢係小點26、中點35、大點42、特點49、頂點54。仲有就係如果淨係幫襯呢間酒樓任何正價嘅食物，係會有長者大晒嘅優惠。凡係年滿60歲以上嘅長者持有長者卡或者樂悠卡，可享免茶嘅優惠。睇下呢張特價嘅點心單有啲乜嘢？喺張單嘅右邊一共有16款嘅特價點心，有13款嘅價錢係屬於7蚊、8蚊同9蚊。如果長者嚟幫襯嗰陣時享用以下嘅特價點心，係唔會有長者免茶。我又想了解多啲，咁我就向佢哋員工查詢下。7、8、9蚊嗰啲又冇長者免茶啊？冇。咁如果寫得好清楚。叫我知，如果我叫其他嘢，再叫7、8、9蚊點心都冇，都係冇。總之叫個7、8、9蚊。總之叫咗就冇。叫個7、8、9就冇㗎啦。只可以揀一樣嘢嘅啫。咁茶錢係16蚊，16蚊嘅位全日計。冇錯。唔該你。頭先嗰位員工都講得好清楚，喺張單嘅右手邊嗰16款點心，包括7蚊、8蚊、9蚊嘅點心，係唔會有長者免茶。就算係先要咗其他價錢嘅點心，然後再選擇7、8、9嘅食品，都係唔會有長者嘅免茶費優惠。頭先嗰位員工講話，淨係可以揀一樣。再睇翻呢張單嘅7蚊點心，一共有4種嘅選擇。8蚊雞嘅點心都係有4款嘅選擇。有5樣選擇嘅就係9蚊雞嘅點心。喺單最底嗰度有3款點心，每一款係19個8。我就喺呢張單嗰度試下佢哋7蚊有1件嘅荷香珍珠雞，跟住要一份8蚊有2件嘅蟹子節瓜脯，最後要多一份9蚊1碟嘅排骨陳村粉。喺落咗單等候緊嗰時，再睇埋呢張單其他嘢。喺單嘅中間有一份38個8嘅超值孖寶 A。由呢份超值孖寶開始嘅食品，持有長者卡或者樂悠卡，60歲以上嘅長者係會有免茶費優惠。選擇方面，喺香西牛肉腸有2隻嘅香煎韭菜餃，呢2款點心裏邊先選一款。
再下低嘅核桃包、叉燒包、鮮竹有球、懷舊芝麻卷呢4款點心裏邊選多一款。喺星期六日同埋假期係會另加3蚊。喺下低仲有一份168嘅超值孖寶 B。再睇落去仲有一份148嘅超值孖寶 C。喺單嘅左邊有一份42蚊嘅5福臨門拼盤。再喺隔離有3種唔同價錢嘅大碗燒味湯粉米線。再睇落有8種選擇嘅就係精彩炒粉麵飯。最平價錢嗰款係68，跟住係88、98，最貴嗰款係108。最下低嗰度嘅特色小食一共係8種嘅選擇，價錢係有28同38。等咗冇幾耐，我叫嗰3款709蚊嘅點心一齊嚟到。呢隻荷香珍珠雞係7蚊一件，初步睇落外形好似同平時食開嗰珍珠雞咁上下大細。喺外形包紮嗰方面個賣相都算係可以。攞筷子揭開晒荷葉嗰陣時，見到裏邊係帶啲肉汁。仲有少少嘅油脂，同埋見到糯米係帶有啲黏性。裏面嘅餡料見到有少量嘅雞肉，雞肉嘅份量就唔係好大嚿。仲有啲整碎咗個豬肉同埋有啲蝦米，嗰啲糯米睇落去都算係粒粒分明。喺入口嗰陣時，裏邊嘅糯米飯都算係幾軟糯，冇嗰種黏住啲牙嘅情況。喺裏面嘅餡料係有啲肉汁同埋帶有啲鮮味。呢一隻珍珠雞7蚊呢個價錢都算係可以試下。呢一份就係8蚊雞嘅蟹翅節瓜脯係有2件。初步睇落去個賣相都算係可以。呢件節瓜嘅面頭就鋪滿咗唔少嘅蟹子，同埋見到呢個節瓜係索滿咗唔少嘅湯汁。我將件節瓜整開兩邊望下裏邊，見到中心嘅位置好似都幾腍。喺入口嗰陣時，嗰啲蟹子數量都算係足夠，所以係帶有啲口感。節瓜都算係幾腍身，不過都仲有啲咬口，冇嗰種咬落去嗰陣時係腍白白嗰啲情況。佢啲湯汁入口嗰陣時係有啲鹹鹹地，同埋有帶有少少海鮮嘅味道。呢一款點心8蚊雞嘅價錢，如果中意清清地嘅話，試下無妨。呢一款排骨陳村粉嘅價錢就係9蚊，拎到埋嚟嗰陣時個賣相睇落算係 OK。放咗喺面頭嘅排骨嘅數量係有4嚿，其中有一件排骨嘅份量都算係大嚿。佢啲排骨望落去似係嗰啲肉排，喺表面係見到索咗唔少嘅肉汁。佢啲陳村粉睇嚟都算係幾晶瑩，同埋望落好似都幾薄。用筷子夾起嗰陣時係黐埋晒一嚿。喺入口嗰陣時，嗰啲排骨肉質都算係幾嫩滑，調味嗰方面都算係啱啱好。陳村粉食落口嗰陣時有啲韌韌地，感覺到係有啲彈牙。呢一款排骨陳村粉用9蚊雞嘅價錢，都係嗰句試下無妨。喺我點心嚟到之前，已經有位顧客搭台坐埋落嚟，佢亦都有叫咗啲7蚊8蚊嘅點心。佢知我喺度拍緊影片，佢俾我影埋點心俾大家睇。呢一份有7蚊有3件嘅黑芝麻馬蹄糕，呢一款就8蚊2件嘅脆皮韭菜餃。一共係有3件嘅清甜紅棗糕，價錢都係8蚊。嗰位搭台顧客仲請我食呢一件黑芝麻馬蹄糕，咁我一於就老實唔客氣，就攞嚟試下。我整開兩邊之後，見到裏邊嘅馬蹄嘅數量都幾多，同埋嗰啲份量睇落去都算係幾大片。喺入口嗰陣時係有幾香嘅芝麻味道，咬落嗰陣時係一種食蛋糕嘅口感。喺裏面嘅馬蹄嘅數量足夠，同埋覺得幾爽甜。7蚊雞嘅3件甜品其實都算係抵食。喺結帳嗰陣時，7蚊、8蚊、9蚊嘅點心各有一款。一個人嘅茶錢16，計埋加一總數44。真係估唔到呢個商場有3間酒樓都用同一樣嘅低價點心去吸引顧客。睇嚟而家酒樓生意真係唔係咁容易做。最後係睇埋佢哋呢張正價點心單，呢張單嘅人氣必食同埋即叫即蒸各自有15款同埋10款嘅選擇。先睇下左右兩邊各自嘅6款，再睇中間左右兩邊嘅各自4款。最後睇埋張單嘅左邊嘅人氣必食嗰幾款點心。喺隔離有5種選擇嘅就金香酥脆。喺單嘅右邊有5款嘅爽滑腸粉，喺下低有6款嘅精藝甜點，呢度仲有啲啤酒汽水嘅價錢。再睇埋呢張單後邊仲有啲乜嘢？呢張單仲有啲明爐燒味小食，同埋有啲燒味冷盤小食。喺下低仲有啲燒味飯同埋田園時蔬。最後係講交通，我坐地鐵嚟到呢個尖沙咀站，再喺呢個 B1 出口轉去右手邊向前直行。行前冇幾耐係要橫過呢條加連威老道嘅路口，過馬路之後跟住行前少少，又跟住轉入呢個彌敦道100號。呢座大廈就係尖沙咀 The One。今次飲茶嘅酒樓就喺13樓，呢一間就係王府，地址係喺尖沙咀彌敦道100號 The One 13樓。各位，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請大家俾個 like我，仲未訂閱嘅請撳埋訂閱掣啊！下一條影片見。